这是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特别推出的达赖喇嘛尊者的四大人生使命系列讲座节目。在2020年，藏人行政中央第15届噶夏和全体西藏人民，为了感谢达赖喇嘛尊者在过去的85年里孜孜不倦地为西藏乃至世界和平做出的伟大贡献，将2020年至2021年定为感恩达赖喇嘛尊者年。作为该活动的一部分，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将举办为期1周的视讯讲座活动，邀请藏传佛教各教派的高僧大德、藏人行政中央的领导人、世界各国的著名佛教学者、教授和佛教团体的代表，以及华人学者和专家，介绍达赖喇嘛尊者的4项主要人生使命，即推动人类一体性的信念，促进宗教间的和谐，保护西藏的文化、宗教和生态环境，以及复兴古印度智慧等。这4大使命反映了达赖喇嘛尊者毕生的信念和努力，通过向年轻一代灌输希望，来创造一个更加和平、宽容和理性的世界。那么在今天的华语讲座节目里，我们将分3期节目，共10名相关人士分别就达赖喇嘛尊者的4大使命进行介绍。首先，在第1期的节目里，我们邀请到了达赖喇嘛尊者办公室华人事务秘书长才嘉先生来介绍达赖喇嘛尊者的4大人生使命。大家好，由藏人行政中央所安排的，用不同的语言来介绍达赖喇嘛尊者的这个4大责任，也就是达赖喇嘛尊者的4大使命的这么一个项目。其中这个华语的介绍的部分呢，他们也邀请了了解和熟悉达赖喇嘛尊者的思想和理念的一批华人的学者和专家，他们会对达赖喇嘛尊者的这4大使命意义的非常详细的做一些阐释，做一些介绍。所以今天我呢比较简短的对达赖喇嘛的这4大使命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概述一个简单的介绍。那尊者的这个4大使命呢，是第一个是推动人类的这个一体性的人类一体性的价值观也就是提升人类一体性的这个理念这是第一个。第2大使命呢是这个促进宗教之间的和谐，也就是促进宗教之间的和睦相处，这个是第2大使命第3大使命呢是维护西藏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以及保护西藏的生态环境。然后第4大使命呢是复兴古印度的这个智慧，也就是说复兴古印度的文明和古印度的传统的知识这4大使命呢是达赖喇嘛尊者最近几十年在世界各地这个访问演讲的时候呢提出来的。他提出来，我有这4大使命，也就是说我的4大责任。那尊者的第1大使命，这个提升人类一体性的这个价值观，这个部分呢达赖喇嘛尊者说，作为人类的一份子，我们都是一样的，因此人类一体性的理念会减少我们彼此之间的敌意。所以达赖喇嘛尊者在过去几十年在世界各地访问、演讲、拜会、对话的时候呢，他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说，我们都是一样的。我达赖喇嘛和你们其实就是一样的，我们是这个人类70亿人口当中的一员，
也就是人类70多亿人口当中的一份子。尊者一再的强调，我们在生理上、在心理上、在情理上，我们都是一样的。特别是我们人类70多亿人口，我们看看我们出生的方式，我们在母亲的怀抱当中成长的过程，以及我们最后死亡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另外一点，我们是社会性的动物，我们是群居的动物。尊者一再强调这一点，也就是说，一个人当你出生以后，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必须要依赖母亲的养育，或者是其他人的抚育。所以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他无法离开别人的扶持和别人的这个养育。因此呢，尊者一再的强调，我们是社会性的动物，我们是群居的动物。在强调这一点的过程当中，他要说明的一点就是说，我们是相互依赖的，相互依存的。人没有办法在离开人类而单独的生存下来。这一点就是说，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人类不仅是一样的一体性的，而且我们在成长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是相互依存的，相互依赖的。还有一点，尊者强调的一点就是说，我们人类有一个共同的愿望，也就是共同的意愿，那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快乐，希望我们幸福，不希望我们痛苦。所有的人类都有共同的这么一个愿望。所以当我们有了这么一个愿望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靠人类的大脑、人类的智慧来达成我们的这种愿望。我们和这个其他这个动物不一样的一点，就是尊者一再的强调，我们有大脑，我们可以思考，而且我们有智慧，我们可以找到这个世界和平的一个方式。也就是说，我们尊者强调的人类一体性的这个概念，或者是人类一体性的价值观，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它的目的就是这个世界和平，人类幸福。要达到这么一个目的呢，它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人治我们的一体性，人治我们的共同性。当然，在佛教里面有讲到这个一切众生一切众生的这个一个概念，还有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人类的愿望当中幸福的这个快乐的愿望，在佛教里面有提到，就是离苦得乐的这么一个观念。但是尊者一再强调，我们人类一体性的这个概念，或者是人类一体性的这个价值观，它是要超越宗教的。我们不用宗教的逻辑，不用宗教的这个理念来涵盖这些东西，我们是超越宗教的。为什么可以超越宗教？因为我们人类是一样的，我们有共同的愿望，我们有共同的生存的方式，我们要依赖相互依存的方式来生存和发展。所以当讲到这个时候呢，尊者就提到世界和平。达到世界和平，要达到我们的愿望的话，一定要每个人的内心当中要实现和平。尊者说，这个外在的和平的推动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呢，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内心的和平。当一个人内心和平的时候，这个家庭一定是和平和和睦的。当一个家庭、2个家庭、3个家庭和睦的时候，这个社会这个社区一定是和平和睦的，一样的。以此类推，就是一个国家乃至世界。所以这个根源呢，就是说人类的这个人心的和平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尊者说，人类有这个达到和平的、实现和平的这个机会。为什么有呢？因为尊者说，我们人性本来就是善良的，
那佛教里面当然讲到，就是说一切有情众生的他的佛性，这当然是一个佛家的说法。但是刚刚讲了，我们人类一体性的尊者的这个人类一体性的这个概念呢，它是超越宗教的。超越宗教的时候呢，我们提到科学家也证明了人的本心是善良的。过去的这个30多年来，达赖喇嘛尊者和西方科学家的多次的交流、对话、会谈，这个当中呢，探讨了很多很多这个人性的部分，也就是说，科学家证明出来人的本性是善良的，这个跟佛法里面讲的有情众生的佛性是非常吻合的。但是我们在讲到人类一体性的时候，我们是超越宗教的，所以我们根据科学的这个说法，人的本性是善良的话，但是因为在发展成长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很多不同的情绪，所以尊者一再的强调，我们要回到原点，也就是说，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有共同的愿望，我们都是共同的生存的方式，要依赖相互依赖的方式，这个就是人类一体性的一个基本面。那尊者一再的强调的一点就是说，因为我们忽略了人类一体性的这个重要的部分，而过于注重或者是过于强调第二个层面，也就是说，我们是什么国家，我们是什么民族，我们是什么宗教，我们是什么种族，来自于我们是什么社会阶层。所以对这种第二层次的过于的强调，使得这个世界出现了很多很多的纷争，来自于这个战争和灾难，都是因为我们过于的强调第二个层次。所以虽然我们在成长的过程，或者是我们在生活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各自不同的宗教、不同的种族，或者是不同的社会背景，以及不同的国家，但是呢，这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都是一样的。所以尊者一再的强调的一点就是说，我们人类忽略掉了我们的最基本面，而着重于我们的第二个层次。所以人类一体性的价值观就是呼吁大家，我们再一次人质，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人类是一体性的，我们人类是一个家庭，我们要实现我们的幸福、和平和快乐呢，那我们必须要人质，我们是相互依存，和我们人类都是一样的这个部分。当然，人类一体性的这个部分，从哲学的部分、禅师从很多很多这个列举的部分来解说的这个部分尊者有一本书，这个书叫《超越》，有中文版，它是用英文写的。那这个书里面呢，非常详细的谈到了人类一体性的理念和人类一体性的价值观，以及当我们人类一体性的理念和价值观提升的时候，人类的这个和平以及人性的这个爱心慈悲心越来越提升，使得我们这个人类达到和平是有这个机会的。所以这本书里面呢，非常详细的做了介绍。那我今天呢，就是简短的把这个人类一体性的部分做一个概说。那我想接下来的这个华语的这个其他节目里面呢，很多这个华人的学者，他们以他们的专业，而且对达赖喇嘛尊者的这个了解详细的意义的，会做深入的这个解说。然后呢，这个第二大责任就是达赖喇嘛尊者所提出来的，他的第二大使命是宗教之间的和谐。那谈到宗教之间的和谐的时候呢，达赖喇嘛尊者说，我是一个佛教徒，并承诺促进世界传统宗教之间的和谐。就是尊者到世界各地访问的时候，他也提到说，我是一个佛教徒是一个宗教人物宗教人士。那所以宗教之间的和谐和宗教之间的这种和睦相处推动这一个方面是他的一个不可推卸的责任。当然
世界上的这些大的宗教，也就是主流的宗教，之间的哲学和他们的哲学的观点和他们的这个教义是有很多的不同。但是这个宗教，所有的宗教，它有一个共同的讯号，传递一个共同的讯号，也就是说有一个共同的 message， 那就是爱心、宽恕，还有这个包容和自律。这一系列的这个共同的一个价值，是所有宗教都在传递的一个讯息。所以，虽然不同的宗教之间有不同的哲学的观点和不同的信仰和这个教义，但是呢，有这么一个共同的一个价值的这个传递。所以，尊者觉得，既然有了这么一个好的共同的所有宗教的一个共同的一个讯号的话，说明我们有很大的共同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有70亿人口，70亿人口当中呢，有60多亿的人是有信仰的。很悲哀的是，过去这个历史上，因为宗教的原因，因为信仰的原因因为就是宗教的不同信仰的不同，所发生的这种战争、杀戮是非常多的，这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事情。所以达赖喇嘛尊者一再的强调，既然我们宗教有这些共同的爱心和包容、自律、容忍等等这么一些好的价值和好的讯息在传递的话，我们更应该宗教之间相互的对话、相互的包容和相互的这种理解，以及相互的和谐，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宗教之间的和谐是可以实现的。达赖喇嘛尊者经常在他的演说当中，这个列举印度的例子，就是印度来讲的话，像这些大的宗教、主流的宗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还有犹太教，还有印度教，这些大的宗教在印度共同存在已经上千年的历史。所以在印度的过去的这些历史当中，虽然有小的一些宗教的纠纷，但总体来讲的话，它这么大的一些宗教，主流的宗教可以在一个国度里面共同的发展，说明了这个宗教和谐是可以达成的。所以呢，达赖喇嘛尊者的就是第二个使命，促进宗教的和谐他特别的强调的就是说，不同宗教之间的相互的理解和相互的这种尊重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呢，每个宗教对人类是有贡献的。他也特别提到说，这个人类60多亿人口，他信仰不同的宗教是有它的必要性。也就是说，每个人他信仰不同的宗教，这是有必要的，不可能说世界成为一个单一的宗教，这是不可能的。他也举了一些例子，就是说一个病人，和不同的病人，他需要的是不同的治疗和不同的药物，不可能说不同的病人他用一种同样的药物去治疗，是一样的。宗教也是一样，每个人的细心根基都不一样，所以他信仰的宗教一定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每个宗教所传递的讯息有共同点，刚刚我提到的，所以尊者一再的强调宗教的和谐的重要性。关于宗教和谐的部分，达赖喇嘛尊者在几年前写了一本书，就是这本书。这本书呢，目前不知道有没有翻译成中文。那这本书里面呢，非常详细的、具体的谈到了关于宗教和谐的重要性，以及宗教和谐的可能性和宗教和谐的必要性等等。这个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参考这本书。这就是达赖喇嘛尊者所提出来的宗教和谐的部分。那达赖喇嘛尊者的第3个责任
或者是第三大使命是保护西藏的语言、文化、宗教以及保护西藏的环境这个部分。这个部分达赖喇嘛尊者提到，我是一个藏人，而且具有达赖喇嘛的名号，深服所有西藏人的信赖，因此有保护西藏宗教、文化和环境的责任。在保护西藏宗教文化这个部分呢，其实达赖喇嘛尊者，自从这个流亡到印度以后，在过去的60多年来，在印度建立了将近100多所这个藏人的学校，重建了200多个西藏不同宗教的寺院，所以这些寺院和这些学校在维护、发扬西藏的语言、文化、宗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当然，我们知道，在西藏境内，过去这个60多年来，因为这个中共的这种强权的殖民主义的政策的控制之下呢，西藏文化、宗教以及西藏的语言文字的生存的空间越来越边缘化。特别在最近几年来，在西藏的很多学校开始大规模的减少学习西藏的文化，也就是西藏的语言文化的这些课程的越来越减少。这个是一方面的一个非常悲哀的事情。另一方面，我们庆幸的一点就是说，在流亡的这个西藏社会里面呢，西藏的语言文化，特别是西藏的这种佛教的传承的这个发扬和这个保存，是有了很大的这个有目共睹的一个成就。当然在达赖喇嘛尊者在提到保护西藏的语言文字的时候，特别的强调了一点西藏文化的一个核心的价值，就是西藏文化的核心的价值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慈悲、利他、非暴力的这么一个价值观。那这种价值观当然是来自于西藏的佛教，这个佛教是传承于印度的那兰托的这么一个古老的传承。那印度的那兰托的这个古老的传承呢，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这样讲，全世界只有在西藏非常完整的保存下来。那这个保存的语言是藏语，也就是说西藏的语言。所以西藏语言的保护，不仅对西藏，对整个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印度的这个古老的那兰托的这种文化遗产的保护，在西藏的语言文化里面是非常完整的保存下来。所以达赖喇嘛一再的强调说，西藏这个文化语言的保存的重要性，它不仅仅是对西藏这个民族的这个生存的重要性，它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对这个世界一个非常重要的文明的一个保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达赖喇嘛尊者在过去这么多年来，不仅一直在呼吁保护西藏文化、宗教、语言，而且在印度真正的实施了这种保护的措施。所以虽然在中共的统治之下，在西藏境内，西藏的文化、西藏的宗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这个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在流亡的这个印度，我们把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保存的非常好，这是值得庆幸的一点。然后就是西藏的环境的保护。当然，环境的保护，达赖喇嘛尊者以他的这个
号召力，以他的影响力，在世界各地访问的时候，一再的呼吁西藏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西藏生态环境的保护，它不仅是对西藏，对整个亚洲，乃至于对整个世界的这个气候的这个变化是有巨大的影响。所以，西藏生态环境的保护的重要性，当然大家也非常清楚。西藏，人们称为西藏是第三极就是说像北极跟南极一样重要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达赖喇嘛尊者也特别强调说西藏的这个环境的保护对这个世界的重要性。有一个中国的环境的学者，目前他应该是旅居在德国的一个学者，叫王卫罗先生。他写过一本书他是一个环境专家，他就是特别提到了西藏的这个水利资源的保护的重要性。西藏的这个水利资源，它不仅对西藏，对整个亚洲，特别是对亚洲的这个中国和印度这么两个大国，还来自于这个南亚的很多国家基本上亚洲的这个30亿人口，它仰赖着西藏的这个水源。所以这个西藏环境的保护可想而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达赖喇嘛尊者的第3大使命，或者他提出来的他的第3大责任，是维护西藏的语言、文化、宗教以及保护西藏的环境。这个部分我想接下来也会有华人的学者会非常详细的细致的对大家做一些介绍。然后就是达赖喇嘛尊者所提出来的第4大责任第4大使命是这个复兴古印度的智慧，或者是古印度的文化这是第4大责任。那这里面达赖喇嘛非常强调印度的古老的文化当中的2个概念，在梵文里面讲到，就是说 ahimsa 和 karuna。ahimsa 就是非暴力， karuna 就是慈悲。尊者也提到这2个概念在印度的这个文化当中3000多年以前已经出现，所以在印度的文化的一个中心，它是非暴力和慈悲的一个文化。那当然我们刚刚在第3大使命的时候也提到了，就是说西藏的文化来自于印度的那兰托。那那兰托的这个文明当中，当然也提到了这种西藏文化所现在传递的慈悲、利他、非暴力的这些观点，当然是来自于印度的古老的这种智慧。但是尊者特别为什么要强调复兴这个智慧呢？因为他看到了印度的现代，特别是现代的印度年轻人他着重于现代的发展，他忽略了古印度文化当中的这些非常古老的、非常有价值的这些智慧和知识。所以他一再的希望，就是说印度的年轻人在除了他注重外在的物质的发展的时候呢，他特别要这个留意这个内心的发展，特别是印度古老的这个文化当中的这些有价值的这些知识，特别是在梵文里面所提到的 ahimsa 和 karuna， 也就是非暴力和慈悲。当然还有一系列的，比如说达赖喇嘛尊者也提到，就是在古印度的这些逻辑学和这些心灵学，这些都在现代印度已经忽略掉了。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些传承继承下来的话，它不仅对印度，对整个世界都是有很大的这个帮助。我呢对这个达赖喇嘛尊者所提出来的4大使命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我刚刚也讲了，就是接下来的这个华语的介绍当中会有一些学者对达赖喇嘛尊者的这些理念跟他的思想，他们会一一的详细的
会做介绍。如果大家希望进一步的对每一个达赖喇嘛所提出来的他的4大使命，比较详细的了解的话，我想接下来的这个华语的节目当中，这个会有详细的解说。所以今天呢，谢谢大家，扎西德勒。